喂，唔係啊嘛？依家珠海金灣仲有咁靚仔嘅景觀嘅咩？可以望到一線嘅海景、金湖公園景，加埋山景嘅樓盤。嗱，今期視頻一定冇錯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unny 啊。見到身後呢個抬頭未啊？係啦，冇錯。Sunny 今期視頻又嚟到珠海金灣啦，帶大家繼續睇翻華發保利天和。咁今期視頻點解又嚟到呢一邊呢？最主要收到發展商營銷總一個內部消息，有筍盤推介俾大家。嗱，依家講緊咧，保利天和有3套特價嘅公仔房嚇，係81平方嘅，即係之前咧大家好多人會玩嘅呢個戶型超級環廳高爾夫球景嗰隻。我諗係2年前啦，我有帶客戶睇過，當其時發展商開價係210萬左右啦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呢3套特價單位130萬左右有交易㗎啦，即係直接係降咗80萬左右嘅。咁佢樓層唔係低樓層嚟嘅喎。我哋講緊8樓、17樓同埋22樓，3個都係靚仔樓層嚟嘅。咁一陣間亦都會帶大家實地影翻我哋17樓嘅示範單位，即係叫做實體單位啦，俾到大家影到嗰個單位咧，就係你買入嘅單位嚟㗎啦。咁除此之外，我亦都會影到一隻141平方嘅。嗱，咁首先咧入去之前，俾大家感受下我周邊嘅一個配套同埋環境先。首先由呢一邊開始睇啦。我依家響對面望過去嘅，大家見到嘛？嗰一集嘅建築物就叫做海悅里嘅，咁佢係屬於保利天和佢嘅一個商業街嚟嘅。入邊嘅話會有我哋一個叫做比較出名嘅一哥河宴啦、明德軒啦，同埋有個宜家房嘅，加埋一啲叫做汽車美容啊，全部都係有埋嘅。基本上我哋可以叫做足不出戶，你就可以享受到所有嘅配套㗎啦。咁當然，如果大家想要更加多嘅配套咧，前邊嗰個路口左轉，大概揸車8分鐘車程，可以去到金灣區最大嘅 shopping mall 華發商都啦。係啦，跟住對面大家亦都可以睇下，嗰一條咧係我哋嘅沿海嘅海岸線嚟嘅。咁佢都係珠海最出名嘅情侶路。因為珠海嘅情侶路咧，其實就唔單止吉大嗰一段嘅，係好多情侶路嘅。佢係成個亞洲最長嘅海岸線。係啦，咁我哋呢一條咧亦都係情侶路嚟嘅。咁呢一邊嘅情侶路咧，其實佢都做得同珠海市區情侶路咧有啲唔同嘅。我哋呢一邊會有海邊嘅足球場啦、海邊嘅籃球場啦，加埋海邊嘅圖書館，係一個非常之享受嘅地方嚟㗎嚇。跟住然之後，我依家山前呢一條路咧，我哋一路行落去1分鐘車程，你預佢2分鐘咧，因為要轉個彎先到嘅，就可以去到我哋金灣最出名嘅金湖公園。咁如果再落8分鐘車程，就係金灣嘅機場啦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如果沿住呢條路直上咧，8分鐘金灣華發商都，20分鐘港珠澳大橋口岸，25分鐘拱北口岸，係非常之方便嘅嚇。所以其實呢一個位置嚟講咧，我覺得係 OK 嘅。最主要依家佢有啲特價單位係抵買嘅。咁發展商除咗有呢3套特價單位之外咧，佢亦都會有另一個叫做政策俾到大家，港人客戶，包括台灣客戶都可以做到低首期，最低5萬蚊，係啦。咁事不宜遲，跟住新嘅鏡頭去睇一睇先 ，Let's go。哇！呢個81平方嘅景觀，唔係同你講笑，一線嘅高爾夫球景加埋別墅景，係啦，冇錯啦。之前有留意過天和81平方明星戶型嘅朋友咧，今期一定唔好錯過。咁依家Sunny所在位置3期5棟嘅17樓，望到呢個景觀咧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嗱，咁講翻個正題先，我哋依家要影嘅呢一隻咧就81平方環廳戶型2房。咁咧之前天和買緊嘅價錢咧就去到200萬左右，咁而家我哋有3套特價嘅公仔房，8樓、17樓加埋我哋嘅22樓，咁最平個單位咧130萬有交易。嗱，呢個景觀大家認住啊，17樓嘅景觀，
因為接下嚟咧，我哋唔會影8樓或者17樓嘅，或者22樓嘅啦。呢個17樓嘅景觀，大家仲有一個參考，係靚仔嘅。嗱，跟住我哋依家參考下佢嘅內廊先。87平方呢個露台夠唔夠誇張？係嘛？成個大露台全部貫穿嘅，比嗰個141嘅仲要大啲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呢個戶型咧係做咗一個超級大橫廳嘅設計。嗱，大家可以感受下嘅。呢個位咧就係我哋電視機嘅位置啦，跟住我哋成個客廳、餐廳位係融合一體嘅，係非常之 OK 嘅嚇。咁跟住咧呢一套其實亦都係現樓嚟嘅，大家見到所有嘢全部屬於交樓標準。咁包括我哋呢啲鞋櫃啦、上高嘅嗰個中央冷氣，全部都係包埋俾到大家嘅，所以你唔需要再做任何嘅裝修㗎啦。入翻嚟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咁其實81平方呢個廚房中規中矩啦，係嘛？我覺得係足夠用嘅，因為你呢啲戶型咧，我諗你最多就3到4個人居住嘅啫，你唔會太多人。咁嘅廚房有咗咁大嘅採光面，我覺得係靚仔嘅。再過翻嚟呢個位咧，嗱，雙開門雪櫃綽綽有餘 ，OK 嘅。再睇翻我哋嘅休息區先，休息區2間房一個洗手間，飛機戶型喎，中間廁所，仲有2間房。睇呢間先，呢間咧就係我哋其中一間客房。呢間客房咧，其實佢嘅朝向咧都靚仔嘅，望翻嘅景觀咧，亦都係我哋一個高爾夫球景，超級舒服嘅。OK， 但係房間嘅冷氣咧就大家自己裝啦嚇，客廳嘅冷氣係包埋嘅。跟住過翻嚟嗱，中間位做咗一個隔斷，我覺得幾好嘅，唔會大家互相打攪到大家啦。3段式嘅洗手間、洗手盤係咪先？再入翻去咧就係我哋一個馬桶啦，加埋淋浴嘅空間啦 ，OK 好舒服嘅。接下嚟呢間房，我認為係可以作為主人房嘅，一定要咁講咧。東南朝向靚仔，加埋呢一個咁大嘅一個睡房空間係完全 OK 嘅，同埋咧發展商都係預俾你做主人房噶啦，幫你打咗個衣櫃喺度，即係你又慳咗一筆啦。呢個櫃歐派嘅，成個大衣櫃做落嚟冇4000蚊你就唔甩，所以呢一個咧其實都係 OK 嘅。嗱，咁如果咧你留意緊天和81平方嘅朋友咧，呢個單位千祈唔好錯過啦。最拉尾3套81平方8樓、17樓加埋22樓，咁總價咧就130萬左右有交易嘅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私信新年啦。接下嚟我哋去影翻個大些少嘅141平方 ，Let's go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上咗嚟11棟嘅14樓啦嚇。咁咧俾大家欣賞下我眼前呢個景觀先。咁其實現時嚟講咧，你喺珠海邊個位置都好，你想買到一個有山景、有海景、有湖景、有公園景嘅單位，其實好少嘅。咁依家現時我哋響保利華發天和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就可以滿足到呢一點啦。咁新年依家所在呢個位置咧，就係141平方嘅單位，帶大家詳細去參觀下先。咁首先由呢個廚房位置俾大家參考下先啦。咁其實呢個廚房咧，我覺得佢做得都算比較好嘅，因為141平方咧，我哋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啦。咁廚房咧係做咗一個改造嘅，我哋依家現時見到係一個 open kitchen 啊嘛。咁其實交樓嘅時候咧，佢呢邊係一埲牆，跟住咧趟門響呢個位置嘅。反而呢個位其實佢係犧牲咗我哋餐廳位置，做咗一排大嘅灶台，即係你可以擺下啲咖啡機啊，或者做翻啲餐邊櫃，即係收納空間會更加大。咁當然啦，你類似呢個示範單位咁做，即係我哋做翻咁樣嘅長台，6到8個人嘅就餐位置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但唯一不足嘅一點就係呢個廚房改造完之後，大家可以睇下佢嘅一個叫做洗手池啦、灶台嘅位置啦，都係明顯偏細嘅。跟住最緊要係呢一個雪櫃位置，我米8嘅身高，佢都係做到咁大嘅雪櫃位俾我哋嘅啫。即係你真係只可以擺到一個3開門，即係長式嘅單身嗰啲3開門嘅雪櫃。咁如果真係大山嘅，即係去到500幾升嘅嗰個雙開門係擺唔到嘅，所以呢一點咧就係算比較差嘅。跟住轉翻過嚟嗱，餐廳位置再俾大家睇下先，4.9米嘅開間，我哋係做咗一個裝飾牆板啦嚇。咁成個空間顯示嚟講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但係如果你想要個廳更加大，因為我哋141平方咧係做到4房交付噶嘛，
咁如果你唔需要咁多房間嘅，大家可以 book 咗呢個場佢。咁 book 個場之後咧，我哋成個客廳咧就可以做到一個7.9米嘅大橫廳啦。跟住個景觀咧就可以一眼望晒我哋成個金湖公園、海景、山景，係非常之舒服嘅。OK， 嗱咁轉翻過嚟呢度咧就係露台延伸出嚟嘅，即係接埋我哋其中一間房間嘅。佢依家嘅設計咧就做咗一個細細地嘅茶室，做咗一個抬高式嘅，所以成個感官嚟講其實好舒服嘅，即係會比較偏日式少少啦，係啦。再過翻嚟呢一度咧，其實係第一間房間休息區嚟㗎嚇。咁我哋都係做咗一個改造，即係將佢作為一個工作室或者書房啦。即係如果你有咁嘅需求咧，你不妨咁樣去設計，呢點係完全冇問題嘅。接下嚟繼續睇翻我哋嘅休息區。嗱，休息區第二間房。依間咧就可以作為一個長者房啦，或者女女仔仔嘅房都冇問題嘅。佢成間房間嘅一個 size 咧就有8.5個平方嘅，咁嘅朝向咧就稍微差少少。我哋係做咗一個西北朝向嘅，所以呢一間房嘅朝向嚟講咧會有啲即係有啲差啦，係啦。跟住再過翻嚟呢一度咧，公共洗手間位置3段式嘅設計。嗱，首先頭端咧我哋係做咗一個洗手池啦，同埋一個儀仗盤，即係一個叫做鏡啦，係咪先？俾你自己打扮嘅。跟住呢一個位咧，好貼心嘅，即係考慮到我哋嘅露台會做翻其他用處，咁就會做咗一個洗衣機喺度。我覺得呢個設計 OK 嘅。再入翻嚟就係馬桶位置，稍微細啲，即係我唔算肥嘅，其實都還 OK。如果再大隻少少咧，就可能有啲窒啦，係啦。跟住沖涼房個位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沖涼房呢個位置360度轉倒身啦 ，OK 嘅。係啦，再睇埋其他兩間房先。嗱，呢度係另外一間客房啦。呢間房間其實同啱先隔離嗰間房一樣嘅，8.5個平方，都係西北朝向。但係景觀嚟講咧，呢兩間房其實細房嚟講佢就冇咩景嘅，我哋可以望到些少嘅別墅景觀嘅啫。接下嚟重頭戲，我哋嘅一個主人房空間係非常之誇張嘅，可以擺到一個2米嘅大床，跟住咧佢個景觀係同我哋一個客廳景觀係一模一樣嘅，都係屬於我哋東南朝向啦，跟住望到湖景啦、公園景啦、山景、海景嘅，靚嘅。OK， 嗱轉翻過嚟呢一度咧，其實呢個位嘅設計就好睇大家自己嘅設計啦。咁有啲人中意喺呢個位，我做一個梳妝台，因為佢有自然採光啊嘛，東南朝向嘅採光好啲嘅。咁有啲人唔需要梳妝台嘅話咧，就做翻一個咁樣嘅茶台休息區域，因為喺呢個位置我哋可以做到2個嵌入式嘅大衣櫃，嗱，兩邊嘅唔係同你講笑，即係呢個收納衣物嘅空間嚟講咧，我哋係完全足夠噶啦。跟住再入翻嚟講咧，我哋141平方嘅主人房，佢係叫做夾硬擺咗個浴缸落去。因為你諗下，我擺咗呢個浴缸之後，沖涼房喺邊啊？冇噶嘛，係咪先？馬桶位置咧都係偏細少少嘅，就喺呢個細嘅位置，係啦。但係整體嚟講咧，按照呢個設計嚟計嚇，141平方，佢成個設計咧係設計師係根據呢一個戶型啦，做咗一定嘅改造嘅，係啦。所以我覺得其實佢成個設計落嚟之後，我哋會明顯感受咧，佢都比較舒服嘅。我哋坐低同大家總結下先啊。咁其實咧，依家現時嚟講，呢個單位賣緊幾錢咧？佢嘅價錢會去到240萬到250零萬之間。所以就睇翻大家嘅選擇，因為如果你話就呢個價錢嚟講，響珠海佢算唔算貴？其實如果有咁嘅景觀、咁嘅地段嚟講咧，佢唔算貴，因為你如果係要追求有華發商都，即係有商業近嘅地方，跟住咧亦都有咁靚仔嘅景觀嘅情況下咧，我哋要去到珠海情侶路啦，或者我哋嘅同家灣啦。但係如果你呢個單位呢個積數，你擺翻呢兩個位置，你起碼要去到300幾到400幾之間嘅。所以如果你咁樣去對比咧，佢唔算貴。但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我200幾喺大陸有更加多嘅選擇喎，咁呢點又係事實嚟嘅喎。因為我哋講翻去中山市區啦，近住富力城嘅 Coco City 嗰啲樓盤，即係積數同呢個差唔多嘅情況下，可能價錢都要平差唔多80-90萬，但係佢就冇咁樣嘅景觀。咁亦都會有啲朋友會睇過我之前嘅別墅嘅視頻啦，佢會話：喂，新年我去到碧海銀湖咧，200幾我可以買到一個大裝修嘅83平咯喎。咁呢點亦都係事實嚟嘅，
因為依家現時嚟講咧，你如果想要追求一個性價比嘅，咁我會推介你睇翻多啲嘅項目，即係類似碧海銀湖嘅別墅啦、中山市區嘅樓盤啦，係咪先？因為依家大陸咧就唔單止話呢個樓盤喺度賣緊嘅，只不過咧你真係追求景觀嘅朋友，又想要安靜嘅朋友咧，我覺得呢個盤你就唔好錯過啦，因為佢真係做得比較靚嘅。我哋呢個位置嚟講，亦都係比較優勝啦，因為成個金灣嚟講，我哋最重心嘅位置喺邊度咧？航空新城。咁而航空新城入邊係冇咁樣景觀嘅樓盤嘅。咁你要出咗航空新城5到10分鐘嘅位置，即係講緊我哋依家現時呢個位，亦都係只有呢一個華發保利天湖喺度賣緊，有咁樣嘅景觀，係啦。咁如果真係追求景觀嘅朋友咧，大家可以了解下。咁如果對呢個樓盤咧有興趣嘅，大家亦都可以私信新年好嘛？咁我哋今期視頻就分享咁多先，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